上班快迟到了，蒋总，你还玩什么电话游戏啊？我这不是怕你走路摔跤，给你打个电话提醒你看路吗？你无不无聊啊？电话费不要钱吗？我愿意，不行啊？你是霸道总裁吗？今天是周一，希望我女朋友上学一切顺利，我会随时给她汇报行程的。你是打算一直跟我打电话到公交站吗？你人呢？快到了，你快去吧。你后面有人。啊，女朋友，你先去吧，快去吧。走啦。公共场合，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克制一点啊？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就跟老流氓跟我谈道德底线一样，好违和呀！是你说谁老流氓呢你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下午公司开项目会，不出意料的话，下期公司的主营项目就咱们这个了。上会之前，你给我好好检查检查，不许出纰漏。放心吧，检查过了。咱们用的不是新型模块吗？模型之间的耦合是不可避免的。你那部分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后期维护啊？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问题，主要还是数据清晰。尝试一下改良的那个模型吧。哎，你不是说你不交作业不能毕业吗？对啊。今天不用交作业吗？本来是啊，你不给我薅过来了吗？没事儿，我已经跟教授请过假了，女朋友帮我代交作业。哦，但是明天要开项目会啊。这样吧，今天呢就放你一天假。晚饭之前呢，汇总一下你的想法，发一封邮件给我啊，不用详述，简单概括就好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陪陪你女朋友吧，那个尽尽男朋友的职责。大恩不言谢。赶紧走，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。明天早点来啊！